亲爱兄弟，大家平安。这是咱要来锻炼咱今早去要念的2首圣诗。这是请咱掀开圣诗114首，圣诗114首，第12届救主受死，咱请苏庆为咱读一遍。第12届救主受死，得救毋望咱来学老。世人天笑看做较碍，反转咱看世间损害。咱三个来念第1站。第12届救主受死，得救毋望咱来学老。世人天笑看做较碍，反转咱看世间。咱第1站搁一遍。圣诗114首。第4站，小大生命得着勇气，燃烧的手到这生命，那咱拄起云雾，夜夜跟着，小咱人将免惊。这首咱较无较熟吼，咱搁来念第1站吼，第1站的圣诗114首第1站，第12届救主受死，咱搁来念第1站。第12届救主受死，得救毋望咱来学老。世人天笑。咱要来锻炼第2首圣诗95首。
圣诗95首，我心仰望十字宝架。圣诗95首，我心仰望十字宝架。荣耀的主替我受罪，我情形无色像樱花，但愿为主隆重放煞。咱三个来吟第一站。我心仰望十字宝架，荣耀的主替我受罪，我情形无色像樱花，但愿为主隆重。咱来吟第二节。这时，请咱安静咱的心，咱三甲来祈祷。至上天父，阮感谢你，你为阮定时的假死，佮为阮佮活，互阮会当甲主你结连。求主你帮助阮伫煞接的受难周，互阮佮一遍来思想上帝你会听甲稳定。求主你也安静阮的心，阮将今早起的敬拜、仰望摆咧伫主你面前。求主你因带带领，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圣名求。阿门。
伊实在担当咱的忧闷，背咱的苦痛，总是咱掠做伊受责罚，互上帝拍，搁受苦楚。若是伊为着咱的过失受伤，为着咱的罪过受害，伊担当刑罚，咱得到平安；伊受鞭拍，咱得到医好。咱拢亲像羊迷路，逐人行家己的偏路。耶和华互咱众人的罪，拢归伫伊身上。请咱起立来念圣诗，圣诗114首。第12届救主受死。请有缘徛伫用主祷文，做伙来祈祷。愿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城，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地狱，就救阮脱离迄个歹下。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请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息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勒岛任内受苦。顶12个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请坐。即时做伙来启应，启应文48篇，启应文48篇，
姓氏后壁1085面，记载伫以赛亚书第53章。咱所听到的，啥人会相信？上主为咱捌为啥人显示？上主互伊的仆人亲像新的演舞出来，亲像阮对大的发出来。伊无好形状，无好看头，通是吸引咱。嘛无好看的外貌，互咱通羡慕。伊互人看轻，受人气杀。受真侪苦难，经历难患变痛。人黄面毋看伊，咱了是伊无甲尊重。伊确实有担当咱的忧闷，替咱忍受苦难。总是咱想讲伊受责罚，互上帝拍受苦楚。伊为着咱的过失，互枪插。为着咱的罪过受抵罪，伊担当刑罚，咱得到平安；伊受拍伤，咱得到医好。咱拢亲像羊迷路，逐个人命家己的路。做啥？上主将咱正人的罪拢归伫伊身上，伊受压迫，受苦楚，总是伊忍受无出声。伊亲像羊羔，互人牵去抬；亲像羊羔，互人折磨。做啥？伊拢无出声。伊受无公道的审判，互人掠去。甲有人关心的错误。伊为着我的子民的罪过受鞭拍。伊受处死，对民间消息。虽然伊无用暴力。无讲伪诈的话，人将伊甲歹人埋做堆，互伊甲好命人共皇帝。总是上主的旨意，互伊受逼迫、受苦楚，互伊通变性命上下的罪。伊的长岁寿看到子子孙孙，互上主的旨意通通过伊来行的。经过受苦，伊会看见光，对伊的体验，伊会心满意足。我义的仆人要互真侪人成做义人，伊会担当伊的罪过。所以我要互伊甲有地位的人分所得到的份额，互伊甲中面的人分这一己。因为伊放杀性命到死，历历罪人的命大。总是伊担当真侪人的罪，咱三个额头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你搁一礼拜组织阮伫你的殿堂来敬拜你。主啊，为着阮的罪，你受定伫十字架顶流出宝血。主啊，你替阮做保惠师。互阮会当来到你的面前，做伙敬拜，做伙唱诗而乐。主啊，为着阮所生存的地球，甲你祈祷。主啊，阮家己知影，人伫即几世纪的中间，感觉阮真进步，但是主啊，一个小小的歹囝，阮就无法度抵挡。求主你帮赞，互阮伫即个 COVID-19 的疫情内底，主啊，阮会当更较思想，主你创造所有的物件，你也互阮坚守阮家己，你也互阮知影要安怎保护家己。主啊，你也互全世界疫情有进一步的解决，互遮医生甲科学家所研究的疫苗拢会当，互阮的身体有真好的抵抗力。主啊，为着缅甸即摆的军情，向你祈祷。主啊，真侪传教者伫遐付出因的时间，甲付出因的心力，
伫遐传福音。主啊，知影即摆局势真紧张，随时都有战争的发生。求你保守因的安全，也带因会当脱离即种的危险。主啊，阮教会徛起伫南门的社区，求你互阮逐个人伫遮做光做盐。主啊，互阮伫南门的社区会当知影教会是社区的一份子，会当帮助社区伫即个世代抵抗真侪不公不义、真侪所需要阮斗相共的代志。主耶稣，阮喋仔久也要领受你的话，求你互阮每一个人通过牧师所讲道的，知影阮要安怎一日一日掠你的话做阮的准绳，互阮行伫你的路顶悬，无歪错。主啊，保守阮，互阮一切拢会当平安。安尼祈祷，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即时要学乐，请圣歌队，因要学乐的诗是惊安尼来纪念我。朋友啊，我心挺好一时刻，咱要相甲纪念半过节。伫我若久我要离开恁，恁无人通甲我做伙。食一个饼，这是我的身躯；啉一杯，这是我的血。为着赦免人无孤单做歌，安尼来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一个饼，这是我的身躯；啉一杯，这是我的血。
即是来读圣经。圣经有两位，第一位是记载伫路加福音23章33节甲43节。路加福音第23章33节甲43节。到一所在，名叫头壳碗，就伫遐顶伊伫十字架。搁顶遐个犯人，一个伫正边，一个伫倒边。耶稣讲：“爸啊，赦免因，因为因所做的，因毋知。”人就念到分因的衫，遐个有诗，就起处插伊讲，伊捌救别人，若是做上帝的基督，受竞选的，着救家己。兵丁也希人伊，君我用错互伊，讲：你若是犹太人的王，着救家己。伫伊的顶面有斩条写讲：即个是犹太人的王。受吊帻的犯人一个亵渎伊讲：你敢毋是基督嘛？着救家己甲阮。第二个引来责备伊讲：你既然当受罪，连上帝也毋惊吗？咱受罪是公道，因为咱所受的合伫咱所行。若是即人所行的无一项毋对，就讲耶稣啊，你伫你的国来的时，着记得我。耶稣就甲伊讲：我实在甲你讲。今仔日你要甲我伫乐园。第二位是记载伫彼得前书第2章第22节甲第25节。彼得前书第2章22节甲25节，伊无犯罪，喙内无诡诈，互人骂，阁无倒骂人，受苦无放刁。独独将本身交托迄个照公义审判的，伊伫查里，亲身担当咱的罪伫伊的身躯，互咱做迄面死的人，会伊即面来活。对伊的伤痕，恁得到医好，因为恁前亲像羊迷路，若是打恁灵魂的牧者，也是监督。即是讲到，余牧师今日来讲到题目是伊伫查里。请咱做位同心，咱来祈祷。伫主耶稣基督，我要行安尼来纪念你。我要参与伫2000年前迄个最后的晚餐，阮伫迄个换过节的宴舍，看见主你摕饼掰破分互阮，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食了后，你摕杯对学生讲，看即个杯是新约，是伫我的会所设立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主，阮今仔日要甲你共坐倒，事实上，阮的心情甲当时的学生共款。阮对基督的角色，对你要为着阮受难即个奥妙，阮犹原也无完全清楚的了解。阮捌亲像彼得大声喊对主讲：“主啊，就是到死，我也无离开你。”主，阮看见你伫迄个时阵压落去为学生洗骹，阮无明白你留互阮的模范。是爱阮安那来行。上帝要怎样通过线接落去？伫克西马尼的祈祷到伫各各他的受定，你用你的宝血来付阮罪代价，然后用告我，互阮看见阮生命一个新的可能。有真侪代志，阮犹原也无清楚、无明白。总是今仔日，我要甲这学生
共款来学习，助力通过设立圣餐所要传达迄个奥妙的真理，也互阮通过领受饼甲杯来甲你有搁较深的结连。通过人有限的了解传达，上帝你奥妙的真理，借着圣神真理的灵的帮助，互阮会通知影十字架是上帝你上大的奥妙，也是阮上大的愿望。阮会通诚做你的囝儿，是因为有即个十字架。阮将今日敬拜仰望伫主你的祝福甲同在，也阮所领受的杯甲饼。诚做养饲阮灵魂长大，甲你有搁较深关系，真实的美娘。愿你听阮的祈祷，也悦纳阮心灵甲诚实的敬拜，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恳求，阿门。今仔日伫教会历内底叫做樟树主日嘛，樟树主日，咱知影是咧纪念主耶稣最后一摆。伊进入到伫耶路撒冷，咱知耶稣大部分时间拢伫加利利，总是当时的重镇是伫犹太伫耶路撒冷即个所在。伊用一个真戏剧性的方法，就是骑驴进入伫耶路撒冷。当时的百姓也用咱今仔想袂到的方法来迎接伊，就是犹太人传统咧迎接君王入城。迄个凯旋的行列，因为当时伫迄个所在拢摕着的即个樟树枝做旗帜伫遐来压，将家己的衫铺伫遐来迎接即个耶稣的入城。当时即个耶路撒冷的百姓是认为讲，即个真有可能会通将咱带离开罗马的统治，会帮助咱独立建国，恢复大笔的王朝。所以，因用即种的方式来迎接耶稣入城，总是上帝旨意，甲百姓的期待是真大的无共。上帝旨意是搁较久长，伊的对象是搁较广阔。所以，樟树主日就是咱进入伫受难周的开始。即个亲像即礼拜我写的批内底，伫人类历史内底，未来即周。实在是上重要的一周。若无耶稣伫十字架顶会为着咱来担罪，今仔日咱逐个人拢会因为咱的罪恶沉沦，甲上帝相隔离。所以，即个受难周的开始是为樟树主日，耶稣进入伫耶路撒冷。耶稣会去耶路撒冷，主要是爱遵照摩西律法。犹太人有3节。已经大人12岁以上的查甫人，你若有可能尽量爱伫半过节、大寮仔节，甲即个五旬节、7节做伙去到圣殿来朝见上帝。所以耶稣伫即个时阵为加利利落来到犹太，入去耶路撒冷，是照摩西律法的规定。我毋知你有捌注意到吼，四福音书是咧记载耶稣的生平。4本的福音书对耶稣后来这3年的即个活动，伊的传道生涯有记载。总是你甲注意吼，最后一礼拜为樟树主日开始到伫国外节，一礼拜差不多占所有四福音书的1/3。所以就是四福音书因将过来即礼拜耶稣伫耶路撒冷的讲话行达，认为非常的重要。所以记载到非常的清楚，互咱知影。所以比例3年至少嘛160几个即个150几个礼拜，总是最后一礼拜，伊占福音书超过1/3的篇幅。所以受难周才神学家因大概小甲分，今仔日进入伫耶路撒冷，明仔载拜伊甲号做洁净日吼。就是耶稣进入伫圣殿内底，看见当时的犹太教圣殿的装扮已经腐败，侪人伫迄个所在做生意，所以迁去圣殿。这个动作当然是互这个祭司头、这个文士、法利赛人面子会挂不住。
伊伫迄个所在来救助迄个无结果子的葡萄树，遐伫圣殿也甲遮个经学士、甲遮个民间的领袖，因讲你到底有啥物权柄，通要来前去圣殿？伫迄个所在有真激烈的争执，然后拜一暗伊倒转去北大年伫遐住，拜二迄个对抗愈来愈升高。权柄，你到底是啥物权柄？你是即个代表的子孙，到底你是啥物款的身份入来？甚至爱交税互即个罗马总督的即个问题，也有讲到耶稣伫遐有讲到将来末世的一寡代志，伫遐伊非常批评即个法利赛人迄个假冒为善，所以咱看迄个对抗冲突哪升高。第三天拜三的时阵，较无遐尔做代志，总是迄天就是犹太，遮个人开始想讲要除掉耶稣，毋知啥物时间、啥物所在来下手会较好势。犹太借着迄个机会，伫遐做一个通风报信的人，伫遐将耶稣用30两银甲伊卖互遮个祭司头，讲啥物时阵恁会通来掠，即卖主的迄日。迄天伊也伫北大年。伫即个泰戈的即个西门的厝伫遐做客，伫遐也接受玛利亚献迄个香油。拜四就是有避日吼，因准备要过即个盘过节伫迄个所在。你知影犹太人是为日头落山开始算一日啦，所以拜四迄个最后晚餐的时阵，实在是伫拄迄个交界已经进入伫拜五，已经伫迄个盘过节的时。伫遐有设立圣餐，你若看约翰福音15、16、17章，耶稣用足长的篇幅伫遐对学生交代，将来要发生的事，也替遮个学生祈祷，然后伊到克什马尼园伫遐祈祷受掠，受审判去传去到即个加亚法的第二。拜五就是 Good Friday， 耶稣的受难日。透早伊就因为犹太人无迄个判人死刑的权柄，就爱互罗马人，所以受送到彼拉多的所在。所以彼拉多本来想要放伊去，总是周围的声音伤大，不得已伊就交互即个证人去定十字架，就为耶路撒冷伫遐耶路撒冷即摆去当伫旧城区内底各国他伫遐定十字架，下早9点定到下晡3点过身。然后伫迄个所在就因为日头要落山，拜六迄个安息日逐项拢袂当做，所以迄个好野人约瑟去拜托彼拉多将尸体交互伊，就安葬伫迄个墓穴内底。拜六圣经拢无记拜六到底伫坟墓内底，也无啥物款的记载。后礼拜咱要庆祝主的国活，安尼简单来讲就是。最近咱节日嘛真多，一年咱有过真多节日，咱真欢喜讲今年拄着连假，为拜五就听讲休到后礼拜拜一，咱拢欢喜即个清明节。总是遮个节日，事实上会诚做节日，背后拢有迄个目的，有迄个意义。咱毋是干那咧看迄个连假会通休困，事实上每一个节日拢互咱一寡思考。譬如来讲，我感觉最近咱经过二二八当然即摆有放假，总是咱咧过的时阵，咱知影即段历史对台湾人真重要，伊造成咱的迄种的性格，咱对政治的看法，咱伫二二八的时阵，毋茫讲后来伫即个岛屿无阁有迄种种族互相的冲突，大家会通互相对待，民主真可贵，伫咧独裁政权内底，杀可以3字就互一个人无性命去。所以咱伫二二八的时阵，咱真珍惜迄个民主，珍惜族群会通融合。3.11日本做10年的时阵，咱咧纪念迄个东北大地震，咱看见性命真脆弱。随上咱嘛咧想讲，核电敢有安全？即摆咱搁咧讲要重启核试，到底咱有能力通好去管控迄个风险了无？日本人伫遐讲，即个。互咱一个教训，就是咱爱注意防灾，爱有搁较好的准备。3.18就是太阳花，咱看见当然无休困，总是咱知影，即个是公民运动的开始，青年人开始去关心政治，因为这将来影响到因的生活。
咱后礼拜真侪人爱出外，因为爱扫墓，咱伫遐来孝念迄个家族的历史，伫迄个所在来感谢遮以前遮阿公阿嬷阿祖因会通有因今仔日才有咱，搁过去4月还佫一个地球日啦吼，这咱较无遐尔啊知影。总是最近即几年，大家拢真强调讲环境保护，因为地球已经袂堪你咱安尼来甲伊糟蹋。爱大家做伙尽量做较到的所在，咱来爱护地球。所以咱看伊这节日，实际上背后拢有伊的意义啊，毋茫咱会通去体会。我想这节日是将咱甲过去的历史结合。今仔日我会诚做即种的人，我的想法、我的性格，拢甲过去历史有关系。我的原生家庭到底甚物款？我捌做过些甚物代志？咱拢是过去历史咧塑造，因为咱毋是凭空来出现的。所以咱伫清明节的时阵，可能是咱袂去望，咱嘛无爱去坟墓的所在。总是今仔日咱伫清明节，咱伫迄个所在特别去到遐，毋是讲干那我的阿祖、我的老爸骨头摆伫遐。实际上伫迄个所在，你遐思考，今仔日我诚做即种人，实际上是前辈人，因怎样打拼，怎样栽培，怎样照顾咱到今仔日，也是一段家族的历史，互咱甲过去相结连。咱知影了，咱嘛才有法度传互咱的后一代。所以讲爱慎终追远啦吼。我想上帝爱犹太人遵守三大节日：盘过节、大了节，甲迄个大了节就是抗疫啊，恁怎样流动？上帝40年带恁进入伫即个迦南地，以及迄个五旬节，爱遵守，嘛有即种意思，毋通袂记过去。所以新明记当摩西要带这个百姓，还要过迄个约旦河的时阵，伊伫遐甲因交代：恁爱真坚信，恁若家己安顿好势了，恁讲这拢是阮家己的功劳，你会袂记耶和华？你袂记你原来是伫埃及做奴隶的人，今仔日离开咧奴隶的所在，进入到即个迦南地，你还会记你带你出埃及做奴才的迄个就是上帝，你还敬畏伊。所以事实上，你只要注意到盘过节甲咱今仔日的受难日是有绝对的关系。盘过节的故事记载伫出埃及记12章，咱知影法老无遐尼简单放这个奴隶离开廉价劳工，所以摩西一摆搁一摆有行10个新约，逼伊不得不爱放这个人得到自由。第10个就是所有伫即个埃及地，你是大囝，你是头生的，不管是牛羊，迄天要走卖。所以出埃及记12章，伊讲迄年，上帝讲我要遍行埃及地，将拍死埃及地一切头上生的，无论是人还是精神。伫迄天，我要审判埃及一切上帝。咱知影埃及是多神崇拜，有足侪上帝。我就是耶和华。总是我报恁一条会通逃脱的道路。恁抬羊羔的血，伫恁的门做记号。我若看见即个血伫恁所徛起的厝，恁有即个羊羔血的记号，我一个看见即个血就要搬过去，就要 pass over 过去。所以我拍埃及地的时阵，灾祸就袂临到伫恁来灭恁。恁着用即日做纪念，来守做耶和华的节，代代到今仔日因还搁咧守盘过节，互因不忘本，是上帝救赎的恩典。今仔日咱才诚做即种的人。所以即个盘过节的羊羔，上帝审判是临到埃及的全地，包括犹太人，包括遮以色列。毋是讲即家内底是有一个好人，爱做真侪功德，所以我的审判袂临到伊。伊是临记号，毋是临人。你有羊羔保护伫你的门的，我就搬去。所以好佳哉有即个逃脱之道，有即个救赎的方法。有羊羔的记号，以色列家才会通法老才放才会奴隶离开，以色列家才会通得到保全，进入埃及。
上帝用犹太人的盘过节来对咱今仔日讲，耶稣就是伊为着咱备办盘过节的羊羔。所以行洗礼约翰伊安怎介绍耶稣？伊一看见耶稣就问伊，我想是圣神的感动，还是上帝特别甲伊启示？伊介绍讲，看上帝羊羔，就是要来担当你甲我世间人的罪的。耶稣利用迄个最后晚餐盘过节的晚餐的时阵，讲今仔日我要为着恁拍破我家己，也要为着恁流出我的血，所以恁着啉伊，即个血就是我的血，要成做盟约的血，记号上帝立记号的血，为着侪人流出来，有即个血的记号，恁的罪会通得到掠夺，会通得到赦免，所以。耶稣即个受难日就是受胎盘过节的羊羔。哥林多前书5章70讲，即个盘过节的羊羔，伊是咱为着咱的罪来牺牲的，已经胎就是基督。彼得前书1章18节、19节，你注意甲读，因为知恁受赎回，脱出对祖公所流传空空的定罪，毋是用会败坏的物，还是银，还是金，是用宝血，亲像无瑕疵、无污秽羊啊的血，就是基督的血。所以咱今仔受救赎，毋是咱伫遐积功德，空空行做。你积多少功德，你也无法度将功抵罪。毋是用败坏的物，我献偌济，我献灵条，我献金银。你今仔得到救赎，是有耶稣宝血的掠夺。所以犹太人盘过节，今仔日咱诚做咧纪念拜五受难日，上帝羊羔受胎的日，伊的血就诚做咱甲上帝立约的记号，伊立记号来互咱得到救赎，才诚做伊的囝日。所以，我想台湾人可能不知福气，就是咱大概清明节甲国外节拢真接近。当然清明节拢固定4月初5。国外节是照月圆吼，有时伫3月底，有时4月，总是他那讲原来是真接近迄个季节。你即礼拜、后礼拜中你要去扫墓，我想咱真福气就是，咱亲像真好的传统，咱去孝念前辈，咱的前一代阿公、阿嬷、阿祖，因遮对伫咱真孝念因，真感激，伫遐来扫墓。总是基督徒搁较重要，就是伫迄个扫墓中间，咱存着仰望，因为伊是羊羔宝血所掠夺的。将来我嘛会经过死的阴影，我嘛会受待伫墓内底。总是因为我有耶稣羊羔的宝血的记号，将来我要甲我遮的老爸、我阿公伫主的面前喜乐来相见面。我是伫寿兰州，是2000年前的代志，离咱也真远。总是咱有可能来做一个当事者，也无。有时我咧想，咱甲遐个耶路撒冷的百姓共一样，咱对基督、对耶稣有咱的期待。咱仰望伊来解决我的问题，亲像当时遮耶路撒冷的百姓仰望耶稣会通来带因伫政治上得到独立，来改善因的生活。总是若无的时阵，检菜就甲顶12架。有时咱嘛是安尼，咱是北野樟树枝来欢迎耶稣，总是咱嘛北甲伊顶12架来否定伊。咱嘛仰望伫后礼拜咱伫国外节的即个主日的时阵，诚侪因为伊有国外，所以我。肉体国外嘛是通期待，咱是国外见证人甲受益者。12架，有时咱是来想无上帝即个奥妙的安排。所以咱今日所读彼得前书遮安尼讲，即个人伊无犯罪，喙内也无诡计，伊互人骂无倒骂人，受苦无放刁，或者放刁这毋知啥物意思吼？这若台语讲，好，迄个人就是。知识很高哟，摆高，摆，是毋是声音无声迄落？恁楼顶敢有听？
伊讲，即个无罪的人，伊将本身交托迄个照公义审判的，很无辜啦吼。可能总是伊甘愿伫查呢，担当咱的罪伫伊的身躯，所以咱的罪已经得到伊替咱付出迄个代价。以后咱就用罪迄面来死，用义即面来活。所以伊用以赛亚53章对伊的伤痕，咱得到医好，咱会通有一天毋茫会通亲像羊袂落的羊，佫倒一摆倒转来伫灵魂的牧者，也是监督。所以咱会看彼得，伊安怎看耶稣基督？伊讲，即个人知影迄个公义的审判者，伊对罪袂好死呢。即个罪一定爱处理，即个罪一定爱付出罪代价。所以伊甘愿诚做迄个伫柴顶替咱来付出罪代价，来盖瓜承受所有人类的罪伫伊的身躯。即个十字架的刑本来是伫你我咱所爱承受的刑罚，伫公义即个公义的审判者的头前，我们无一逃罪，无一个人会通逃罪啦。咱所过、所讲、所行、所心内所想，伫上帝面前，咱敢有法度通稳坐？伫上帝审判之前，咱逐个人应该承受挂伫柴顶即种的刑罚。总是伊伫十字架顶为咱来赎罪，互咱会通今仔日用义人的身份来活。华人较无赎罪观念，赎罪到底什么意思？赎罪，你今仔日犯法，你一定爱为着你所犯的法来付出代价，为你的罪来赎回。然后你才会通重新有一个身份。比如讲，咱上简单，咱逐个人拢捌收过你凊彩停车的罚单，因为你只要袂当停，你共停啊，就罚单。罚单你就变做是一个犯着咱交通法的人啊。所以我爱去交罚金嘛，我罚金交我的罪赎倒转来。今仔我赎倒转来了后，你就袂当看我是一个罪人，我已经是无迄个罪应该付的代价。讲较严重的，如果你杀人啦，你做其他的犯法的，伫监狱遐的人，就是拢咧赎罪嘛。你爱为着你的罪付出代价，赎了后，你才会通出来。出来伫咱的法律上，可能你还佫有前科啦。总是事实上，社会应该看你做无罪，因为你已经付过代价啊。你是义人的身份来活，所以彼得感觉讲。即个人已经伫柴顶替咱来付出代价，所以今仔日罪迄边你已经搞清楚啊，对罪迄边你已经死啊，但我是用义人的身份，所以以前咱若亲像羊袂路离开上帝，离开耶稣基督，但总是今仔日你应该倒转来伫咱灵魂的大牧者，也是咱灵魂的监督者耶稣基督的身上。我用即个题目，就是我感觉即个字。真刺耳啦吼！伊伫柴呢，耶稣受挂伫，这个是何本讲他被挂在木头上，担当咱的罪。会放放伫柴呢吼，那犹太人的传统两个意义，一个是赎罪啦，十字架就是咧赎罪器具嘛，你犯罪你爱赎罪，一个是献祭。毋知你会记得伫创世纪22章，上帝爱亚伯拉罕献伊的大囝以撒。我毋知为着什么原因，可能是赎罪，为着我嘛，亚伯拉罕嘛是一个罪人嘛，是为着赎罪，还是为着献祭？当时的社会有献性命做祭即种的例，所以亚伯拉罕伊也照上帝指示去到阿摩利山，然後伫遐起一個壇將茶擺好好勢，然後甲伊的囝以撒放伫迄個懸頂，放伫茶的懸頂。總是上帝唔甘伊安尼做，伊舉目一看，講我已經知影你完全的順服，所以我已經替你準備隻羊羔佇後壁遐，迄角去填着幾棵的樹啊，你去掠迄隻，迄隻羊啊就替換你的罪，就替換你的囝的罪，來獻做燒祭。
来替伊的囝。所以亚伯拉罕伫摩利亚山的悬顶献以撒，伊本来要为着家己的罪献伊的囝，所以上帝替伊另外准备。你知影摩利亚山就是今仔各国他的所在，同一个所在，2000多年以后，上帝伫各国他也为着咱准备即只代罪羔羊耶稣基督。所以伫各国他悬顶，咱看见上帝的疼，为着迄个疼，伊道成肉体来牺牲。咱看到耶稣基督对上帝顺服，咱看到圣神伫迄个死伫十字架顶，后来有国外迄种愿望、迄种喜乐，咱拢伫各国他伫十字架顶看会到。有人咧甲我问讲上，这敢若迄天查经班有讲到吼，咱讲伫耶稣伫十字架顶。4本福音书甲找的，拢总讲7句话啦吼。其中一句咱上无明白，伊是上帝为什么伫十字架顶佫讲我的上帝，你气杀我？到底三位一体上帝因中间迄个关系到底是啥物？伊就是道成肉体的上帝，为什么伫迄个时阵，伊咧佫讲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啥事放离我？事实上，你若用即个角度，就无困难去了解。耶稣伫十字架要断开迄个时阵，伊是完全用人，用一个担当正人的罪。所以《申命记》21章22到30伊也讲，人若犯着应该死的罪，受犯罪死，你若吊伊伫柴呢？即个十字架刑真早以前就有来犯，伊的身躯毋通吊伫柴呢过年，你的确着伫迄日埋葬伊。这也是后来伫迄个。阿灵马太约瑟去甲比勒多讨伊的身躯，就是照犹太人的律法，尸体袂通吊伫柴呢过日，免伫拍拉sam耶和华你的上帝赏赐你作业的地，因为受吊死的人是上帝所救助。伫迄个时刻，上帝救助遮个罪，来对替遮个罪，所以耶稣伫迄个时刻，伊无法度通承受即种讲上帝你敢若气杀我。因为这是上帝所厌恶救助的时刻，所以为着咱受迄个新约内底有足侪即种，咱会通去思考。律法定咱做罪人，定咱做罪人，咱敢若受着救助。总是基督已经赎回咱脱离律法的救助，伊为着咱也诚做救助，因为有记载讲，既若掉伫柴呢呢，就受救助。所以十字架诚做咱罪得到赦免的一个记号。十字架，你毋捌想过这是死刑的刑具啦吼，刑具。人类的历史有足侪，甲人判死刑、甲人处死的方法，这是甚物款的刑具？这个是断头台啦吼，这个断头台伫法国的迄个革命的时阵，这个是。吊死的，即个可能是电椅啦吼，用电甲你电死的吼。愈来了，这是用枪决的啦吼，枪决的吼用。即个即摆可能是用注射的啦吼，即摆讲开了，总是咱看拢真讨厌。敢有人会感觉讲倒一个刑具若最漂亮？十字架敢有漂亮？虽然咱感觉今仔十字架真漂亮，真水呢。一个本来咧，互人死刑是上惨死的一个方法。今仔这诚做你甲我，咱感觉一个时髦的装饰品。今仔咱来到拜堂，你一定爱聚焦伫即个悬顶。左边咧是我伫美国教会，伊伫山顶小啊迄个悬顶，按十字架摆安尼。右边是咱的教会。一个上歹的物件，哪会诚做全世界感觉上荣耀的象征？十字架什么款的意义？十字架是遮个自认讲我是咧执行公义的，即个人罪无可赦，即个人甲处死还阁伤便宜他，所以我甲凌迟，互伊莫遐快活死，因为你罪太重了，我无互你慢慢啊死，不足以惩罚。是延长犯罪人的痛苦，所以这种十字架是怀着对罪人上
上大的惩罚甲迄个报复，因为你造成社会、造成其他的人，即个遐尼大的痛苦，所以互你是未计死，即个是当然，伫罗马的统治下面，即个有政治目的，就是有关系的人抬价架构，互恁遮准备要反叛啊，要推翻政权的人，互恁会恐怖。所以这是甚物公义？人的公义是做罪恶，借着公义的名，来，互另外一个人的性命来甲伊处死。总是这个十字架原本的意义，伫耶稣基督完全改变。你捌想过安尼无？耶稣基督甲这个十字架的意义完全改变，本来是要取迄个无法度通赦免的人的性命的，所以今仔日这个十字架诚侪想思你甲我，咱这罪人新的活命的一个象征。本来是要报复，是要刑罚的，今仔这个十字架诚侪上帝伫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赦免恁讲因所做因毋知，是赦免甲接纳的记号，毋是报复的刑具。原来十字架是上人性最丑恶的显现，嘛，互咱知影赎罪是需要担当的代价。所以今仔日这个十字架诚做咱爱的标志。而今咱所读的圣经，你若注意吼，有几种人拢甲耶稣讲：你救家己吧。宗教领袖、兵丁嘛讲：你若有法度，你就救家己。迄个互做伙定的即个反应嘛，异口同声讲着救家己。这是咱今仔日真侪民间宗教所甲咱讲，佛家就是讲个人造业，个人担啊。你爱救家己啦，你爱积功德啦，总是你担得了吗？你有法度通救家己吗？其实后来，咱讲。保罗是趋近于完全的人，伊家己嘛讲，我实在是无法度咧。我要做好啊，我嘛知影，所以我无法度通拒绝迄个歹、迄个罪恶。我嘛知影嫉妒真毋好，我嘛知影骄傲真毋好，总是我都不由自主啊。什么人叫我脱离即个处死、地到死的体啊？所以，因为咱无人救家己，咱需要十字架。所以，迄个甲耶稣做伙定，另外迄个甲讲者，咱受罪是公道啦。本来你甲我，咱应该伫十字架顶，因为咱所受的合伫咱所行。我无通救家己，耶稣基督即个无罪替我担罪，所以伫你的国降临的时阵，主啊，请你记得我。所以一首福音诗歌，大概隔里汉伊报道回了，一定拢唱即条，Just as I am。我做极重啦吼，无得推辞，照天律法永远着死，知无法度通救家己，所以耶稣，我来就你。即个就是咱今仔日即个基督徒知影讲，我需要十字架，我需要耶稣替我赎罪，我需要伊的血，互我甲上帝有一个新的约。所以今仔日我临时改即个。金句吼，咱用罗马书5章8节做咱来句，就是上帝显明伊本身的疼，伫咱抑阁做罪人的时，伊替咱来死。所以咱今仔有真侪机会，启用文啊读以赛亚53章，即个伊当时嘛毋知伊咧描写着咧预言即个受苦的弥赛亚，毋是政治的，毋是大笔王朝迄种的军事的领袖，是即个受苦的弥赛亚来担当咱罪恶的，即个就是。以赛亚53章，当有机会，请咱好来读，也来领受上帝通过耶稣基督要赏赐你甲我即种救赎的恩典。咱来读今仔的金句，罗马书5章第8节。若是上帝显明伊本身疼咱的疼痛，因为咱也故做罪人的时，基督替咱死。罗马书5章8节，做伙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的恩典，互阮会通领受即种的救恩。因为阮所行的，下伫阮所受的刑罚，下伫阮所行的。若是上帝你的疼显明伫十字架顶，为着阮伫柴顶担当阮的罪过。伫你的血，阮诚做有伴过一羊羔的记号。伫上帝你公义的审判前，阮会通道谢上帝你
对全地的审判，诚做你所疼的囝儿。我要甲主耶稣共坐倒，来领受即个有形的恩典。我要亲像2000年前迄个搬过节的暗顿，我要听，也要领受，搁一摆重演迄暗所发生的事，也谦卑认罪，来领受你为阮完成的救恩，来诚做你的囝儿。感谢你听阮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兄弟姊妹，我来欢迎所有领受上帝恩典的百姓，做伙来甲主耶稣共坐倒。主耶稣讲：恁劳苦背重担的，就跟我要互恁得到安息。伊讲：我徛伫心门外拍门，听见我的声，开恁的心门，我要入去，甲伊三甲坐倒，三甲来交陪。望上帝恩典，咱用谦卑的心，做伙来领受。今日咱用这个圣餐，是照保罗伫哥林多所讲的，当主耶稣受卖迄暝，伊有摕饼对学生讲：看，这个是我的身躯，要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这是主耶稣基督无罪身躯，为着咱的罪来死伫十字架，替咱拍破的身体，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请咱侍奉的长老来头前来，分予咱所有兄弟姊妹。接受过洗礼，搁别过信仰，不管你伫什么教派，拢欢迎你来领受这个有形救恩的记号。耶稣基督为着你所拍破的身体。保罗伫哥林多前书提醒咱，每一届领受圣餐，请咱谦卑伫上帝面前来认罪，也亲像迄个十字架顶的擦，来恳求上帝伫伊的国降临的时阵来纪念咱。这个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来拍破的。咱要来领受，来纪念伊。因为疫情的关系啊，如果你迄个咱用一个塑胶袋啊，甲缀起来，你会通先甲拍开啊。毋知咱还有人无领受着无？
提起遮，这个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今日来纪念伊，作为来领受。食了后，主耶稣利用桌顶的葡萄酒对伊的门徒讲：“我要诚做换过节的羊羔。这个杯是新约的记号，是伫主耶稣基督的会所设立的。咱做来领受，来纪念这个新约的记号。这个杯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来流出的。咱今日来纪念伊。”咱三甲用这首的圣诗来做咱的祈祷。圣诗366首，主你的身躯替我受拍破。主你身躯替我受破。你保卫，献出你听我，当我要这道，恭敬感谢你，愿我你笑脸，愿我你笑脸，愿我你来笑脸你，愿我快乐不孤单。既无主心给，愿万无言歌。当我们心求你胸之心，旁言万后塞，旁言万后塞，旁言万难后塞的。第三节。好，等一下，请咱继续唱第三节。地高地高来，地高地高来，地高地高来的心。在大家拢领受着，这个是主耶稣基督为着咱所流的血，咱今日来纪念伊。主讲，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伊为着咱的罪来死，直到伊过来。愿上帝平安，甲咱三合伫咧。
这是咱来奉献。请咱起立来奉献奉献的诗歌。这是来报告，欢迎大家做伙来敬拜今日中秋主日，纪念基督为咱会做受难牺牲进入耶路撒冷的日子。咱有供守圣餐，纪念主耶稣救赎的恩典。那么真欢喜，是不是无开啊？您那姊妹信仰个别来加入咱这个属灵的大家庭，伊伫第一堂吼。第一堂的时阵有参与做信仰的个别，礼拜后请大家留落来有交期，享受主来一家的温馨。受难日联合圣餐礼拜是伫即礼拜5的受难日，要伫城中教会吼，城中教会伫中华路1段21巷7弄11号。即边受难的礼拜是由张牧师正道，咱的圣歌队也要前往参加。因为爱统计人数的关系吼，所以你若会当去的时阵，伫下骹吼，伫1楼的时阵来签名来报名。第二季的季表吼，4到6月的形式的有段表已经排定，请咱家己爱注意收托者。搁偌济赞美礼拜吼，后礼拜是搁偌济赞美礼拜，所以第一场咱是参第2场合并吼。所以希望大家会当参加咱圣歌队有用真济甲真大的心力来准备真好听的各偌济诗歌，要带咱做伙来敬拜即个上帝。咱各偌主人吼，咱会有名牌吼，咱大家拢摕着咱的名家己挂起来，咱礼拜煞，咱会有交期伫地下室吼，咱有准备一束真好食的物件，请咱大家会当留步。第6点是桌球的比赛吼，乒乓的比赛。后礼拜1点开始有比赛吼，那迄个赖鸿旭长老是讲，从重要毋是来比赛，同重要是来领奖品啦吼。所以你若有来，你就有奖品吼，所以希望大家拢会当来吼。那等下咱的迄个牧师会补充报告。咱奉献吼，因为疫情有减缓吼，所以咱后礼拜开始，咱会搁恢复咱旧的时阵要奉献袋啊，咱家己要 pass 的吼，要 pass 的迄个奉献来奉献。2021年的大神的校晚会，请踊跃来支持吼。已经参加的兄弟，请开始交你的迄个钱。若要知影详情，请参局主长老啊是干事来询问。咱请牧师来补充。我知后礼拜真侪人要去扫墓会无得的吼，较可惜。毋过咱都已经安排好吼。所以有咧讲时间有较赶啦吼。是讲后礼拜咱大家，我毋知咱内底歌手偌济啦吼。所以来组队看看啦吼，伊咧讲亲像牧师中就做一队啦吼，基石啦、亲戚啦、少期主力咯，妇女团结圣歌队相连啦吼，夫妇是咱会友家己组队吼，这办法可能咱后礼拜详细才甲大家讲一下吼，宝山遐会甲咱迄个个人嘛会使吼，个人赛也可以啦吼，这个请各团结会长吼，恁去组看卖，看我都组起来无吼，大家做伙来拍乒乓来运动，这第一项甲大家迄个
拜托大家做伙来运动吼，爱更正啦，内长老无讲大家来领奖品啦，大家来，你也有拍才会使啦。伫边仔加油，咱有准备茶饼互你啉啦吼。有拍的人可能拢有奖品嘛吼。第二项就是你即两天会收到咱足侪各个群组，你若参加教会足侪群组，就讲哇，一届拢接到7个教会团来讲，明仔载直播礼拜的连结。可能安尼有较麻烦我知影咱大家拢习惯用 LINE 的群组吼，所以咱搁一届要强调咱南门教会一个官方的群组的，主要要发布消息所以若消息就是，所以请你扫描这个 QR code 吼，就加入伫咱南门教会的官方的群组吼，若有代志要通知是安那你要甲牧师迄落咱阮拢看会到吼，这个。周报后壁的迄个 QR code 是咱教会网站，甲即个无共，即个是咱 LINE 的群组吼，所以你若会通甲扫描一下你就伫咱的官方群组内底，咱大概若要通知，安尼会较简单，咱袂一届就发到7、8个，总是嘛，还佫真侪人无收到所以请咱尽量来参加即个南门教会的官方的群组。佫一个这可能我佫放倒转来吼。搁一个就是，我今日周报袂记咧写，咱真欢喜，咱教会青年陈怡安伊有帮咱圣言公会编写迄个《使徒行传》研读本的圣经，有足侪资料，你要安怎了解使徒行传，要安怎了解新约保罗的批示，《使徒行传》是一个真重要的资料所以怡安伊伫4月11日过完节了礼拜2场礼拜中间，你咪参加第2场礼拜，你较早来9点40。你若第1场礼拜刷漏咧，到差4、50分钟，咱有5个人就要开课使徒行传是查经班，所以请咱大家尽量来读圣经啦来了解上帝奥妙的计划这甲大家补充报告咱下面来做这个请安啦来，咱来做平安礼。咱拢真做一家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上帝惊你。咱拢真做一家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请做上帝的子民。因为耶稣真做因为耶稣你革命。因为耶稣不可我的理解，我已永久我命，我已给了你主听，因为耶稣丰富善良是属听。多谢你，谢谢谢谢。小琉球小琉球，平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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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我真紧知道，乐意在唱。我已用手做我命，我已给人的。因为耶稣丰富善良是属天，请徛在因线边的信息95首，我信仰望十字宝架，咱念第1节甲第2节就好。吟诗线，请牧师祝祷。我信仰望十字宝架，荣耀的主题
领受上帝祝福。愿主耶稣伫十字架顶所完成救赎的恩典，愿天父上帝无限无条件的疼痛，愿圣神的相通安慰医治帮赞，因带甲咱众人三甲一个，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阿门。阿门。请坐，别倒，闭会。我这个摆弄不